由 RYPHK.com 主辦嘅2026破地獄超優法會，將於擁有200多年歷史嘅元朗大樹下天后古廟，由天后慈悲加持，揀農曆7月13、14、15日盂蘭正日，即係新曆2026年8月25至27日舉辦。延續去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同九龍殯儀館合辦嘅大埔雲福苑公祭及頭七悼念。法會今年將特設168個蓮位，免費超度雲福苑逝者，希望透過經懺功德、神明加持，登上佛船，引領亡者往生淨土，超生善道，亦希望藉此為生者帶嚟安寧同力量。一如以往，今年亦設獨居長者、綜援、貧困家庭免費附薦蓮位，繼續讓愛與超度無分彼此，誠邀你共同參與，同沾法益。蓮位預訂及活動詳情請上 RYPHK.com。鳴謝元朗大樹下天后古廟慈悲借出場地。